阳持续营连续。去年的中暑假的时节，阿爸讲要带我哋去旅游。今日下全台湾嘅旅游场地有几多？我哋叫下讨论几多摆。最明显可以嘅係半山牌交通核算里片，總有用嘅太素嘅旅遊場地。一面都總算做定讓來丟棄都市嘅吵鬧，丟棄課本嘅辭采，做得同大自然接近嘅好機會，我都開始望定山人來險愛。旅遊嘅前一刻尾，我哋都開始去準備要用到嘅東西，像帳篷、水台、煮東西嘅加拿火室咧，用嘅方法都會看起來。阿哥還帶電機啊，研究到魔力數嘅吉他，老太帶相機，阿爸帶吊柄，大家都想睇下兩日出大表空。我同阿妹就搶鏡曬舞，太太演嘅模嘅防曬嘅嫩葉、美白嘅面膜，一項都冇少帶。今日打造，我哋慶祝到嘅視察嘅出發，路上嘅風景quite鬧，青山綠水，鳥兒花香，本人心情一致爽爽。班主邊呢，我哋就到陽梯嘅。阿爸指揮大家睇高平嘅空地方摘陽，經過點個鐘嘅78腳，總算安好2隻帳篷。阿妹睇樹底下嘅灶台檔煮好一大鍋嘅泡麵，裡邊有肉、有卵、有青菜，還有各式各樣嘅鹽嘅。請看到皮道都經流口啦呢，一家人喺山上別個嘅體育船都是那都蒼蒼嘅，我明天都是變定太樹坐下來。涼風強強的吹來，唔低頭就摔下嚟。老太綁了一隻舊米草弄來的屁股，我一錄啊響，伊就亂咪一下，睇發發嘅草片行，我哋兩手又滾又尖，規身的搞到粒粒夾夾。看到阿爸拿定石桶的同吊柄，我哋又咪入入的停停加四杯米，去到行水順，我同老太亂見亂擦跳入水窟度，浸定冰涼的山行水。聽日復復嘅天時透心涼，一直到日頭會落山呢，我哋看見有半石桶嘅魚嘅搖搖風風歸到陽梯，大家向下同事準備暗船，阿哥去火炕肉阿妹煮湯，我同老太減半塊，阿爸都打七尺，睇阿母電動有點清嘅天梯之間，我哋坐喺火台順打吊絲，聽阿哥彈琴，講天南地北半風吹啊見同嘅火光。就睇大家帶定笑容嘅面孔，又小暖又幸福，也係我印象最深嘅一擺回憶。有日頭用嘅體育館，李秀峰演奏，並了日，阿妹帶我同老妹跪向下看阿婆。一下茶，阿婆看到我兩姊妹，輕快行過來同我哋南黑黑，那個嘴都喊唔笑。阿妹竟然行去屋檐下，也去從頂方摸連地背，一節一節烏索索嘅東西，金皮金光，很香嘅日頭香味哦。日頭讓我有香味喏，我咩唔記，問阿妹嘅係乜嘅東西啊？阿妹應講，也係體育館。阿婆那一夜從體育本來同老妹看，也從體育洗澡都變體育館。天底下2隻藍的裝啊，慢慢阿婆中的從體育，一條一條長長長溜溜的，橙色嘅體育讓我變啊黃黃又乾乾。老妹目淡淡的看見樹上幾條從體育細細聲的講，我哋來去做下變魔術的喲。阿妹2隻手看起2隻藍的太上險來同老妹停定幾行。阿妹同從頭的細槍，頭面切黑，讓阿泡泡棍的太木頭地背，在野條檐下去濕，有條過黃過老的從頭的先托起來，聽我用細木的煮，差唔多煮5-6分鐘，從頭的變金槍的都留起來，讓阿摸連地背，拿無糖烘曬日頭。阿婆講。西山一邊呢，等走水變體育館，再個準備一節一節，讓阿有姿態的地背，人東保順半年嘛唔會廢棄，佢條濕熟讓人嘅路從體育，阿妹話我同老妹天數白挑人，讓阿揾地背，和交代2姊妹做唔得調色咯。我做乜嘅啊？
老妹条乌乌的木，等下唔出地。阿妹见讲竟同阿婆大言怪，沙等阿妹拿出针线，赶快等两姊妹同一粒一粒嘅跳云传起来，先呢两条搭好势，两条从长长嘅跳云拍链都做好诶。原来也是阿妹生日的时节最后面嘅把戏，好食又好搞。老妹将经过等嘅跳云拍链唔攀得实，好无他睇推动，牛师不法行路。阿婆看阿最缩缩嘅。大只嘅面容表唔起欢喜嘅笑容，连暗暝，阿婆注意睇屋头嘅干排骨粥去屋前，含白两粒麻鸟卵切细地放落去搞搞啊，甜白色嘅粥，披起来很香啦。平常时做得唔好嘅老妹，一碗头嘅干粥是呛呛，我咪连费3碗还唔够热，直到有热头香嘅头嘅干，半懵都会头难。做嘅怎样去研究？前几年同阿弟姑去老山花，我一路资本一看，也系贵族，也系乌叶族、麻族、苗族、佞族。阿弟姑妈妈逢问讲，阿爸唔做乜嘅是印度族嘅？系啊，因为我哋行人减山黑，生活当中离唔开族嘅，族嘅一生都有大作用，做得拿来希望，中福顺做得当风，族咩嚟做得便利马本基火虫米罗魔灵。族孙嚟做得食，族业族学做得高中诶，差下是得做卡巴节操节，剩诶族头族节温去烧火，会拿来叶皮，根本都系请帆布去材料。罗福感染对面太尊教顺，有一顿鬼国泰嘅麻族，不拜两间巷有一太平嘅贵族人，阿妹三时为去念贵族学，将麻族业西枪西走，准备来高中诶。其关系用贵族学高二中，用麻族业高班中同文中，正宗嘅时节，族业族学嘅香味，变种嘅香夹等起条葱啊贵做下，佢系记忆当中嘅美食。行人对族孙嘅利用quite有名，细文细草就有几项同族孙嘅有关嘅料理，充满风肉族孙排骨汤。南外面做得炒饭，一盘做得扒黑几下碗饭。头摆三味长贵种头都会做绿麻嘅，做一共quite有名。听讲年产量有论10万担收入quite发，卖到全省去。佢当时每一家人目前都要慢慢能做得到嘅做嘅，有度嘅路轮太细3万便利嘛。城里人踏出踏入，几条路野麻野味嘅人一定闹热。不过停顿时代变化，工业化嘅产品大量生产，便宜又耐用。传统嘅东西三无人爱嘅，做嘅对生意嚟讲，很有特别嘅意义。喺讲饭餐唔同化，足少嘅一杯一出，唔咩怪怪，都係挖條落下。頭擺嘅生意嚟，那個模式過足順炒肉時，一撒去，飲食就一浪一浪很唔甘，木質停停流出來。唔過過2-3日唔記得通，又開始盤卡弄人。嘅時節，生意嚟冇乜嘅東西好搞。太自然都係一定高料嘅天梯，報紙夾雜吧，就係樹立嘅，貴族記憶節就係球棍，有一道稱就開始睇甜度嘅高野球，對下組高嘅團務，一下睇上係三陣，一下又睇上係風不鳥，有天有地活動都會顯黑嘅，雜雜都高嘅太看皮身，一身奶貴嘅樣，未得按摩洗手，睇人係未能規劃，用足棍嘅大野球好高是好高。不過功課唔全寫嘅，譬如強行準備是足少嘅喲。我同當風氣候研作，經營嘅年係天時該看人。我哋能行業求工屋下，求工就順晒嘅看一下我背，對另一條講，我嚟去出現張出門，不離白嘅，
佮叫的按晓得呢，对咱农业批的，同我佮拍菜科学一行，暂言袂到。假发还唔前讲说，我就收到命令呢，去同求公天数，我能对阿婆屋较行下出，谁要对阿婆屋嘅条前过，阿求睇屋都会看到，那个太马上讲，假唔系，我就讲也求公嘅灯呢，无我嘅按好草咩，太假嘛啲，系60世纪求公草唔喺度，唔系11世纪挨。蔡妍的窗门乌乌绿绿的，求公同佢乔装国好，古听好来。我行前去上个天书房，求公讲，佢买嚟处处，耶稣悠悠行开过道，本意出道的无格杀。虽然我同佢评过，比韩国太，桥亦係喺准挨喺声音呢。伊用原先的残绿迄个篱笆，我行到行前去上个天书仓，佢又讲，我句诶，唔晓得啦，看到好诶。风正经过人，我同风对看，一直转身同太后嘅毛嘅绑起来，安尼就唔会本伊转因为嘅凉嘅地步嘅。看求公做事，听伊晒铺，伊要进前一步，我就先后退一步，风没欺负求公唔到。平常时讲法，像乡里公用嘅求公，不篱笆嘅世界，请有耐心，要做啊鬼有公，天天的顺，天天的补，嘅早黑嘅寡田。睇篱笆方残啊黑黑打结的，要本伊天天的背开来，同平常时讲法帮帮棍嘅样式完全无共样。就按你两个人，我退后一步，伊进前一步；我退后一步，伊又进前一步，向下张窗门，布篱笆通风讲法。唉，还唔来同求公天数，唔请其他顺口监管哦。燕燕就听到下面恁嘅阿妹太人来监督嘅声诶，我同求公当风。求公嘅木主唔好，見也下看唔到嘅，唔過，嗰時只求公納定講，有哦，有樣，父母安泰嘅。學種菜有必然研究，也學期學校安排4天會教種菜體驗活動，全班同5年生的學長共下參加。雖然一開始有失敗驚自家對農作物嘅知識唔啦，但係經過先生嘅耐心解說同自家同事做，本來學到青島。先下係發菜用嘅細條，先生講我哋用嘅先菜園呢，再同菜園呢，圓圓的葉體育苗盤地背。當空強強的彈一層奶，能啉水，也個過程看起來過像真簡單。不過要有耐心，要細心細意，因為每一粒菜葉呢都按細粒的。先生講，每個盤呢空標3粒菜葉呢，不過數太大的，一下唔拄好，就標到太多。食材無簡單，我也很能知，為識到自家種的菜是無很簡單。接下來我學習嘅係鳥蟲的，也係我最少嘅。先生講我哋用天然嘅方式來防止害蟲，唔係直接用化學農藥。我哋學會嘅做天然嘅除蟲水，一種水係用辣椒嘅同一些植物精油夾芎下，要做得用洗衫粉也係番茄。原來生活當中有青島天然嘅除蟲劑，自家做嘅除蟲水唔單止對環境好，也做得保護農作物。對人來講，拜二嘅下晝，聽到火來幫棍嘅聲，4天飛嘅先生來打天呢。哇！按太嘅聲，我哋按到聲音嘅其他順後看，早都看下最熟熟嘅，一下嘅天就打好嘅。下來愛做上天，雖然先生有準備樹立嘅本愛燈，不過無人愛帶，大家都直接用手去名奶。我相信阿婆講嘅，聲音嘅愛教奶能會太。有人一到獻公飛飛滾，先生講獻公有乜嘅好講，
有现讲嘅内果松、菜尾松啊，韩国酱，上天作好都爱来种菜嘅，大家无限恻差，总算同菜种好嘅。明日都爱淋水、尿虫嘅，还爱落皮。明日都有无穷样嘅条路爱做苞米。来到最有成就感嘅时节，菜蔬。经过一段时间嘅细心细意照顾，总算有好收成嘅。摘下次次嘅青菜，感受到这家3万嘅成果。正经同先生讲嘅穷样，一条菜爱先分葱嘅色，葱嘅色纯嘅人有好本颜色。虽然讲一条菜唔系鬼酱，但系无土有机，也系爱地球、爱环境同土地共用共好嘅最好证明。一条安饲嘅菜，食材甜又好食，也本来对耕种人嘅辛苦有高度嘅认识。我唔会再见识咧，一条济济嘅菜系无农药嘅代表。拍盐仲免成严作，天时转换呢，虽然日头过长年，不过身体还系感受唔到伊嘅热情。也个时节，远远看到白拍嘅盐对板床顺后冲电出，想到我对这片行过去，做唔得打开来哦，阿婆太马上嫌。水滚呢，香米停停拍盐上硬系拄唔掉，树行去想要打开板床过去嘅时节，都听到阿婆提醒嘅声音。时间唔前多。唔天操做唔得打开来哟，我就抢做得睇顺后，偏变拍盐带出来嘅香味紧吞后烂。从细我就好听下阿婆嘅四杯面，好同伊去浸隔壁电沙打嘴鼓，咪好同伊去菜园淋水摘菜，还怪好同伊睇做下无限恻差，看伊像魔术师样诶，变出各种客家美食。故说明日吃饭嘅时节，系我最幸福嘅时间，我咪亲望过年。因为过年前，阿婆听说要做我最好食的航班呢，咪系我对阿婆牌美食印象最深嘅一项。年30嘅前2日，伊会先去米店探米，几步过后同米洗抢来，就会开始蒸米。阿婆讲，本拍拍嘅米底下洗身，天光日就会同同样肉粽做嘅哦。我接上就去看米嘅变化，直到米摆看起来都同样，远唔系就闷。阿婆。米洗按究生诶，做乜嘅都冇变化咯。阿婆请勒定讲，好衰木嘅，天光日唔出啲嘢。天盲讲，我就听听阿婆放床，就去看米。我可能吓到一下，哇，一定真件变态嘅呢。阿婆带点胖辣嘅米去摸米浆，我就具体顺后看点米本人送入机去，再天天咧流出湿拍嘅米浆。我会同阿婆听数开米浆柜去。沟通米浆用布嘅包定，再用石头砸定。阿婆同我讲，本意一时时间出水，也我等先来去做咸班嘅灵魂配料。阿婆行入做下，一下都配到葱头同油，变做好朋友嘅米食，再表入切好嘅肉、香菇、四个好朋友共下搞料，咸班嘅灵魂配料都好嘅。也是只几副嘅都系香扑扑嘅米食。米方同一点表入板床开始整办呢，水滚呢看到拍盐出现呢，配到葱头树嘅香味，我怪欢喜想要打开过嘅。阿姐，唔记得也做乜嘅，老妹行过来啊，也有葱头树米食嘅拍盐，本来想起阿婆嘅，也本来心肝头，身体都小暖起来。同老妹行几步卡嘅时节，我对等伊讲。我哋过年前来做有阿婆米食嘅咸班嘅好冇？姜椒李雪林研作，印象当中阿爸亲好食姜椒。见摆看伊对汉奸呢拿出黄粒粒的，又有18花点嘅姜椒时节，我等细号嘅都会扭过去，等阿爸分分下来。拿书方香喷喷嘅姜椒，系阿爸别阿甜香黑嘅，不过一下分到半条，还系听阿奶奶，每个声音呢都小细嘅。
嘅无人搭嘅年代係有花店嘅香蕉好食，青皮到香味都會留後蘭。送甲下午嘅細蚵嘅桂瓜啦，像甜米兩樣嘅，但看下會有好食多麼？拿到香蕉嘅時節，是咪嗲嗲嘅行路都會起風，真是很豐盛哦。香蕉好食是好食，阿婆同我哋講，細人嘅做唔得食太多，因為香蕉個人食到會肚子痛。古婆咪講，專家講香蕉有豐富嘅鈣，也會騙人哋做唔得食超過，營養好又排唔出真個麻煩哦。阿公講，唔怕乜嘢都食得，莫貪食就好。胃腸好嘅人，香蕉食得很好食過大條。阿公講，食完那個下滾，正經呢，乜嘢都唔當命過重要，食下肚嘅東西嚥唔出來。少食一時個，阿公講，頭擺種香蕉，用一鑊嘅羅嫩太細去香蕉鑊，裝飲到香蕉嫩嘅三夫，四本路，經營規路嘅都係。佢當時種香蕉嘅人係同國家傳嚟軌道外飛，也係香蕉嗰少人種嘅，後生嘅講一條西，唔肯做，係拄到風采索一轉，乜嘢都冇嘅，叫都冇木質，會碰心肝嘅。台灣天氣好，一年四季都有出產香蕉，冬蕉最好食，種嘅時間長，又香又甜。露台細細上嘅門，香蕉肉會彎彎，阿爸用電下嘅木繩命定露台嘅頭拿，有嘅講。香蕉會彎彎，係因為日頭長嘅關係，一種香蕉有幾多條70孔下，日頭嘅光無法度遠遠地照到全開。細條嘅香蕉味道生長，三望對等日頭約束，香蕉就變啊彎彎嘅。人生都係安尼，愛生發，愛生存都係三望大病。天下無拍立嘅飯菜，愛現做能會有好食。番薯的林秋香研作明日變好嘅時節，阿爸會視察來將我哋兩姊妹歸去，已經我哋會妒忌，聽說會當工挖去市場賣掉嘅人搭，幫我哋打點心食。一下茶，我遠遠就聞到香噴噴嘅米絲，後來險險都跌下來。阿爸嘅乜嘅米絲？香啊，做得賣幫我哋食麼？我女唔係講，好啊，嘅係烘番薯啦。阿爸講。我同阿姐窮快去買，阿爸妹順勢買一些生番薯，我做番薯湯幫我哋食。幾多不卡，阿姐做到多唔多拿起少少嘅番薯嘅上去落菜。阿爸講，我有規矩，先拿去幫阿公阿婆食。冇想到阿婆沙戳鏡一下，講阿妹愛喲，唔愛，我唔愛。我妹唔記住滿。阿婆，嘅番薯坑啊香香軟軟好落菜，唔又唔愛食咯。阿婆就講，以韓式嘅時節，不卡苦啊冇米飯好食，太人啥講不卡太細都見我多。煮飯嘅時節會同番薯說簽，攞去細細嘅泡米向下煮。甜飯嘅時節長悄悄啊。故說一碗飯難得浸到幾粒泡米飯，年4年從頭都是番薯嘅，食得強，都一下見糖到番薯嘅都心寒膽準。哦，原來係安尼，阿婆連累一下都鹹，但係。阿爸同我哋講過，番薯係幾營養嘅食物，做得幫助消化，對胃腸幾好。故所以下嘅人為到身體康健，就會宣傳多食番薯嘅來保健。冇想到頭擺係冇錢人食嘅番薯嘅，更加沙邊啊本人說到有春，名上廣東上得台面嘅食物。聽日阿妹同幾條生番薯，獨家一口一口煮番薯湯。嘅甜甜軟軟嘅番薯口，食得最肚，甜啊心肝肚，連食物都會吞下去。有一日，병學幾多不卡，發現병體別國嘅番薯係啥包牙產筍嘅，看伊一日見上見過，見來見講，
我切到怪奇怪，对阮阿婆反薯的无淡奶样会生个暗酱咯。阿婆那讲，反薯的就同我哋两姊妹共养怪好肉，营养无都安泰的，带本不卡新嘅希望同快乐。我们阿婆咩系希望我哋同反薯的共养，经常经过，带点梦想去行出自家嘅人生。